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菜堂食菜，菜卡死。这个意思是自作自受，因祸自焚，各人作业各人担。种青菜、农友拢有同款的经验，除了要面对气候的考验，还要接受菜塘的挑战。像这辛苦种出来几粒菜，差不多要收成啊，或者菜塘食甲咧一空一空，或者农友真无奈。其实有虫害，毋那是青菜尔，农作物普遍拢有同款的情形，像稻啊啦、菱角啦、乃至等等各种的水果拢有病虫害。农友为了确保辛苦的心血会使有收成，就会转农药啊。这个食青菜也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甲收成的害虫，都会被偷死。像真济不法之徒造私毒品、贪黑心钱，危害社会，和警方掠去，这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付出代价。今日这讲俗语是菜堂食菜，菜卡死。